如果說兩個人是童子，他們之間結婚是不是可以負負得正，就是消除大家是童子？哇！呢個嗱，我同你講咧，兩個人都係童子嘅時候咧，你唔覺得你哋係累世嘅一啲嘅淵源咩？點解我哋會去做童子咧？佢嘅核心係因為我哋曾經喺天上侍奉過神仙，又或者喺地上面嘅廟裏邊咧，護過壇。然之後咧，可能我哋煩心起嚟啊，嗰陣時，然之後咧就落嚟呢度做人啦，去渡一啲劫啦，去可能咧你哋兩個曾經都係金童玉女，有可能係，跟住咧，或者是同事，你哋兩個都動咗凡心，你做神仙唔應該咁樣樣噶嘛，就落咗嚟呢個紅塵修煉啦。然之後咧，你哋呢兩個唔叫做負負得正，而係你要諗辦法將你哋呢段愛情升華成為恩愛，互相嘅扶持，對呢個自己、對呢個家庭、對呢個社會，再做一啲貢獻嘅時候咧，可能你哋到時就真係又再比翼雙飛，翻到去天地嗰度，一齊再做一個好好嘅金童玉女。冇錯，所以你哋係可能會童子結婚咧，會有個問題嘅。什麼問題呢？因為咧童子係要過嚟歷練一啲嘢嘛，可能結咗婚之後咧，會有好多嘅拗撬啊，吵架，係啊，好多嘅一啲叫做魔考俾到你哋啊。所以咧，你哋如果真係結咗婚嘅時候咧，你哋面對呢個家庭中嘅問題嘅時候咧，睇開一啲，放低一啲，咁就會好好多啦。